立法院对今仔开始到拜五审议行政院对国会集权修法的复议案，民间团体伫19、22一这3天，也伫咧立法院外口发起青鸟行动。国民党也发起拿营行动，号召支持这摆国会集权修法的民众，会当伫咧青岛东路另外一边表达诉求。台北市警方拜五也预告会派500个警察投入议案。 台北市过道开始落西北雨，立法院4号位的民众加雨伞、穿雨帽，继续守伫咧现场。立法院拜三开始审议行政院对国会改革法案的复议案，举办青鸟行动，对法案有记录，支持复议的民间团体，也搁再招民众行上街头，反对国会扩权的法条。大部分的国人当然都支持国会改革，可是为什么有一半的国人是支持行政院的复议案？ 代表现在立法院所通过的国会法案，并不是人民心中期待的国会改革，它是一个滥权法案，它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隐私、影响到公司营业秘密的滥权法案。 这不是一个好的国会改革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这是一场街头的公民课。即摆因伫青岛东路、济南路的舞台，拢有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面团演讲，为各站面讨论民主议题。因为这大学就要开始休热，民间团体也招待学生、民众到现场，上这个伫街头举办的下跪学校。我本身是谈话的黑，我觉得很多像是体制外的一些行动，它是可以学到更多不同的东西。不同的学者他有不同的讲法，就是可以听到更多元的声音，不是只有局限在说学校的课堂里面这样。高中生说，就是这次的立法程序好像跟公民课本上讲的都不一样。有人会说倡议没有用，但其实我觉得抗议是有用，因为大家一起出来告诉里面的人。 我们真的很在意。国会集权法案复议案，立法院伫拜五会进行表决。除了青鸟行动，国民党也发起蓝营行动，号召支持这摆国会改革法案的民众，伫青岛东路的另外一头表达诉求。就惊双方人质会发生冲突，台北市警方拜五也估计会派500个警察伫现场，维护安全，防止冲突发生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